小姨讲了好啦。好啦。来啦，我食一个啦。你最好食的你后劲做这个，我想要食这个。你教要安怎做好啊？啊，哦，咱试看嘛。好的呢。鱼仔冰袂歹哦。有个冰。哦，袂歹。班长好，班长，啊，你现在创啥会？报告候选人，唔知报告班长，我看拄好迄挂草啊，当挂好，伫遮歇困一下啊，哎呀。对啊。班长。啊啦，我是查某的，迄挂丢啊，唔是挂草。你挂丢啊？挂草啦，唔着挂较少的，人我手骨遮尔啊幼，你看过安尼就重的，我无法度搁咧挂嘛，吼。班长，好。我咧洗车。你无公平啦！安尼我嘛要做查某诶。哦，拜托你嘛，较拜托你执行的，到底倒位像查某的啦？来，你来，你来。你安尼，你搁讲我，你伫倒先查某我帮你拍啦，我帮你拍啦。哎，你别吵啦！咱做军人的吼，训练的时候，无分男女老幼啦。是。做路边的嘛是赶快去挂草啊！你看看，真赞呐！对啦。哦，那有无分老迄个男女老幼，男女老幼。诶，咱对。咱对象迄个上老的，啊，无来斗相共啊，阮做到要死呢，班长。我知你讲啥，我知你讲啥。这上老的哈，就迄个鼻孔足大迄个啦，鼻孔足大。你讲迄个老高啊？唔对，伊是吼咱的长官呢，哦，上买甲一句老高连长，哎，唔才对。啊，你讲知伊细汉时阵吼，为啥物鼻孔会安尼遐尔大？啊，因为细汉时阵吼，请教一下，我现实安怎？我跟你讲，吼，伊细汉时阵就是脚车、铁马啊，去弄着老高连长。要老高连长小尊重一下哈。连长好。连长好。你即摆大家是安那好霸相迎哟啊？无啦，连长，阮敢若开讲尔啦，嘿啦。开讲你啊？对。哼，一定咧讲我卡生话，我算唔对。来，主任你来。啊？我问下你。来啊，连长好。拄则咧拢咧讲我安怎？班长咧喊阮讲，你的鼻孔遮尔啊大，是因为细汉的时阵吼，就是脚踏车啊，有勒残着啊，就碰到遮尔啊大。是安尼？连长，阮是恁讲生起来，甲伊讲下来，你的鼻孔吼，足水的啊。水鼻孔。我安尼做到遮就袂头一摆人学我鼻孔水。是的。你敢若阮若讲食什头路？你若讲啥物？我若讲伫交通部服务。交通部哦。即摆服务伫咧台北要宜兰迄个雪隧遐。雪隧。拍你啊无？我这笑安怎？啊无，我感觉你最伟大的，你若讲最伟大，恁规个祖先18代拢最伟大的。上不成适合我啊，就像你这款的啦，这歹鬼带头真正的。我甲你讲，我鼻孔啥安尼，你免去怪我，恁大家听清楚。是。阮老母嘛真伟大，敢若阮老爸阮老讲伟大呢。阮老母要生我是懒散，因为囡仔伤大声生不出来，K D 啊。安尼又袂水。用扭的，毋是较大你真骹无病人吸。三步真紧，用两支镜头鼻孔噗抽出来。哎呦！我嘛是足无愿意的。啊，你老母讲安怎？你又讲啥？我老母安怎？来，你来。是连长，我无安怎啦，你毋是有安怎？我足乖啊。你咪小拜托，安怎啦？你做军人兵啊，你个查某，你喙酒流安尼，敢会好保证？咱要剃剃。无啦，我就一工无剃，伊就生安尼。你查某的呢？嘿啊！你是电影看济啊？就看迄个大鱼都在看济啊？哟。啊，什么体统，还有阿婉呐？你来。我拄仔去看你这，哇！你这是啥？是菜脯啊？是安尼？你皮哪是退下？那你甲我讲啊？你，我实在唔知要哪讲你。你的头壳是甲你入来像共款，我某共，你体格拢无伴，你读家拢无缀物件哟，哈？
跟你啥有关系？我本来节目好，本来免加，我本来个只条你要讲啥？讲啥？你要讲啥？啊？无啦。好啦，今天庄兄啊，报告连长，我无做啥哦，我无做啥，你无做啥无唔对啦，但是我来感觉，你是不要混，我足济小钱啦哈。你哪知？你有在观察我哦？我观察你，哎，你看，这什么人物在后边？我哪？真的哟。修行啦。你是要见底牌哦哈，我哪？你哦，你这嘛较差不多，你是些伤热哟啦。我就伤弱啊，我三瓜不要混尔啦。你个一瓜呢？我有做这吗？半罐啦，半罐啦。你规身躯拢是安尼。对啊。不要分一般是也咧皮肤的，你也咧衫的。啊，较凉啦。好啦。哎呦，不过连长啊，你哪会走来中山市啊？这位老士官长，中山市是大家人的所在，请我连长袂使来。我过20年才听我呢，你哪讲安尼？中华民国饲你饲20年哦。开玩笑，你都讲笑咧！我哋细汉时阵做兵做到即嘛，还个二等兵咧，嘛是可怜呢。你是我足尊重的啦，哈。自较早呢，做兵做到即嘛，做还袂退伍，吼，啊，较那做嘛是三巧三环，士官长啊嘛，吼。对。啊，我拢无看到你，你是走去倒位啊？不过连长啊，我实在是做对代志，通爱做啊。我去写个扣到一个回照啦。叫着杀文。对。你叫啥文？你这个会还有这个兴趣啊？哇！有有两个所在是扣杀文危险的所在，你敢知？什么？一个军中，一个感觉。安怎？因为你若压落就危险嘛。安尼哦。啊，我都关系啊，嘛紧啦。哦，那慢慢学白口啦。无啦，实在老实甲你讲啦，我是写一个物件伫遐涂骹啦。哦。啊，结果我摔一个安尼。哦。哦，这太危险嘛！我跋到什么吓死啊！吓死！强要吓死啊！你骨掉啦！对啦，这个危险呢。对，你辛苦啦！我讲，恁大家爱甲注意。是。以后这个杀文这个物件，除了伫液色以外，袂使摕出外口黑白灯。对不对？好，我去上个液色内底，会使无？好啊，好，再见。今仔时安尼啊，拄好这个班长啊。是。你配合我叫伊个去甲练步球。你喜欢西吧？吓好歪啦！吓回来，就힘세呢。哦，个胖胖哦。胖啊你啦！哎，恁车拢无笑你哦。再分手啊！哈，现在要配啊，这配一定。搞好诶，好诶呢，低大的呢内底。啊，恁某是写啥物啊？安怎？是安怎啦？我冇讲伊，有心啊！好代志啊！有心是恭喜啊！家做老爸啊！哇，班长哇，你敢若无啥欢喜的形象啊？无啦，连长。嗯。我最近吼为着部队的迄个练习啊。练习啦，当然练习。哦，练习啦，已经3、4个月无转去厝啊呢。哈？无转去3个月？对啊。难道这个你顶个我个放假，讲咩？喂，搞我吹地在那边后边讲啊，放假是我。喂，没啦。咁讲这个是传说中的必备。你讲啥物？你讲一解。哎，不是，班长，拍者，你应该加啦，你爱过啦。来，加啦。你讲啥物？你讲是必备。刚讲是隔壁的老王诶。好，你先起，无得甲大金字，你想安尼，无得甲什么老王，或者老陈的对吧？我意思是讲，你慢点，你卡点的摸清楚。对吧？对啦。好，啊，要为倒行，讲电话。啊，姐。
中央袂记得了。做兵的人哦，是真看这种代志啦，嘿啦，是安怎啦？我电话电话打袂通啦。好，你电话卡袂通，你敢若卡起来啦？哎呀，规个连上发生这款代志，就是真可惜啦。嘛感觉使人感觉真心甜啦。是啊是啊这，种的哦，用俗语来讲叫做牛角分无风。啊，还有一句叫做无风无摇倒大树。啊，真做吼，来。又第一句，减啦，我觉得这边的归你耶。树瓜顶啊，下面啊对，今年都爱我，爱我啦。现在什么地？几款的困难都爱我来解决。你来解决。哇，这款你这么学问了把着，拄啊这情形啦。第一句讲这情形形容这款情形啦，伊也无来无去咧做兵啊，无安无安怎3、4个无等因某那大度啦。啊，第一句的形容叫做牛角分无风啦。第二句叫做无风无摇倒大树。无风无摇倒大树。树啊吼，也无安怎啊，也无安怎，无透风台家己倒落去，你了解嘛吼？所以来讲第一句的请举手。牛角分无风。哦，牛角有角无碰碰迄款的空，哪会有风？对无？迄有角都无空啊，哪会分风？我想要剪别条呢。唔过我刚刚应该是这个。牛角分无风，所以恁这边是经无风无摇倒大树。哦，对，你是经这嘛？哇好啊，我哪会知？第一句牛角分无风，咱知影牛角迄是西公咧用的，发起。因为咱西公有分红头西公甲乌头西公，红头是做替人驱邪保运的，乌头西公是咧超度亡魂的。啊，因拢爱用啥？啊呜啊呜，所以这牛角会当分了会出声，不过若要分风咧，就较无法度。所以我会记早老好做一条歌，那一年换历史的头家是讲，咒语念袂通，啊牛角分无风，啊咒语念袂来，规支笑迄条老好做的老会害，就是讲一年换历史的头家啦。意思就是讲无风不起浪。老师这样跟你讲，你怎可以跳过呢？所以牛角分无风，就表笑人讲啊，无知情，无来知安尼啦。啊，若无风无摇，讲天气足好啊，那无代无志，当树啊，向倒落去，表示啊那代志发展，甲无定无地发生大代志安尼啦。一定有代志。所以若讲这样的规看起来，应该是伊拢3、4个月等去处理啊。啊，是安怎因某会有心？这其中必有缘故，机关藏伫仓库，所以你要查清楚。所以若安尼看起来，正确答案应该是无风无摇倒大树。你约了对呢？对啊，无风不起浪嘛，都无代无志去海涌哪会起来？对不？你想要坐位不？我跟你讲哦，你较注意了哦。后一幕都是孙老师底下嘞。哎，拍报告嘞。对啦。